好，咁呢度咧，首先寫翻 first pin 條式啦，跟住咧我哋就會用 binomial theorem expand 開佢啦，s 5次加5s 4次 h 加1 5 10 15 1，所以係10s 3次 h 2次加10s 2次 h 3次，再加5s h 4次，再加 h 5次，又加4，好唔係好夠位啊？呢個縮細少少啦，唯有。好，然後就減 S 5次減4，個分母有個 H，好，約一約嘢先。好，跟住咧分子咧就抽個 H 出嚟，OK，抽個 H 出嚟，咁即係 H 5S 4次，加10H S 3次加10H square S square 加5H 3次 S，再加 H 4次。跟住同個下邊個分母嘅 h 約咗，咁所以咧就會將呢個咧照 copy 一次。記住加括弧啊，啲括弧唔可以漏嘅，即係呢個括弧咧唔可以漏嘅。好啦，咁跟住我哋代個 h 做0，咁代個 h 做0咧就會呢劈嘢都死咗嘅，咁所以就得翻5s 4次，咁就搞掂啦。